我叫生喜呀，你要找夫人吗？是啊，烦劳你请他一声。请稍等。啊，啊，夫人来了。请过夫人先生。起来，起来。哎呀，退！我当你是个君子人，怎样的戏弄人家不该押韵？我本是个大将军，岂可与你去送信？既是将军有身份，你愿我与我传不清啊！谁叫你我的实话你不听？夫人已经带了病，生死惶惶看难言，病死要紧容日办。故儿你有话责怪待我讲，我何尝与你说爱不清？这样说来，就错怪了你。这样说来，我是当得了你。不妨事，问小姐到此有光，我特地前来送书信。这封书信何人写？那无罪的妹妹明白言，他不是背上过去无中阿姨，此事我已早知情。那李三想骂王逼他后宫他不肯，故所以暗中写好书一封，他要我送与夫人边相信。你把书信交与我，我替你去道与那夫人听。这是我也想托你打封信，不知小姐肯不肯？你把书信交与我，我替你送与谁信人？我不是书信，是口信。开心人呀，我记在心。这个口信要当心，不可说与那旁人听。插我的口，杀你的心，答应了去送药随信。既然本人言语反悔，请将其事。哦，唉，妹妹，哎呀！你在讲什么？哦，我是在你心叫你听啊。现在我与你开心啊，你就是同你见了面，你的美貌像天仙，我爱恋。伤心